《窩火西伯藏》遊戲版本嘅鐵皮，只要有玩過遊戲，都一定會想收集噶啦。因為呢，佢哋嘅機設真係相當之出色啊！遊戲故事發生喺博狂兩派遠離斯比頓星之前，所以所有角色造型呢都係外星形態嘅。除咗造型夠耳目一新之外啦，佢哋嘅變形呢亦都十分獨特。依家落嚟，首先我哋睇下個模具特色嘅地方。背脊可以打開嘅，裏面呢收納咗鐵皮嘅前臂，可以呢同個武器互相切換。遊戲裏面呢係手變武器噶，玩具嘅顯示方式呢就用翻交換嚟呈現翻。頭可以上下喐啦，亦都可以做到左右嘅旋轉。肩胛可以拉起啦，手臂可以完全轉動，亦都可以做到完全嘅平舉啦。手臂亦都可以轉動，然之後前臂可以屈曲，拳頭可以旋轉，腰亦都可以完全轉到啊！踢腳方面呢，3個方向都係冇阻礙。小腿可以轉動啦，亦都可以做到90度嘅屈曲，腳掌亦都有接地。到變形啦，首先將個背包翻落嚟，打開咗佢。拉起胸部啦，個頭撳落去，再拉起左右兩邊嘅肩胛，將兩邊肩胛呢轉佢一下，然之後將佢哋擺喺中間嗰度擺埋一齊，將個上胸連埋中間嘅連接桿位啦拉落嚟，再將成組組件轉翻上去，屈曲個上臂啦，然後轉到去胸內側嘅地方嗰度。將個手臂同內側扣緊，手臂啦，之後轉翻落嚟啦，就可以同中間呢個位扣好佢。車頂翻落嚟扣實佢，然之後到下半身啦，腰轉180度，小腿啦，轉到嚟前面，再打開佢，翻出裏面嘅組件，咁啊轉一下最外面嗰個板啊，咁啊就可以有啲空間啦，令到入面嘅組件可以完全翻出嚟啦，然後拉起入面塊板，同小腿扣埋一齊，小腿往外轉翻上去大腿嘅位置。然之後將雙腳合併成為車尾，小腿甲扣返喺車底部分，最後扣返埋個車頂就完成啦。鐵皮呢就同力捷同模配色分別之下呢，就各有各特色同埋味道。咁表面細節都好豐富啦，車燈嗰位呢，就喺自己加啲夜光漆上去呢，咁就更加相似翻原有設定造型啦。窩火西伯藏嘅機設呢，真係非常之出色。如果你打從心底係由 G1 先至開始嚟中意變形金剛嘅話呢，咁其實窩火西伯藏嘅造型相信未必係你杯茶，相反你會極之中意佢嗰種打破現實中嘅格式框框，機械味道極之濃郁嘅斯比頓星版本造型。今日開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收睇，留言講出你嘅睇法，訂閱、讚好、分享，即刻可以支持到我嘅 channel。更加多實際支持可以 PayMe 或者 Alipay HK 支持小弟食餐飯、飲杯咖啡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下次見。